機密數據室，要靚一定得。我係 Dr. Mark，每期咧同大家分享機密數據。大家有冇試過咧戴口罩咧，除咗嘅時候咧，見到自己又紅又爆拆嘅樣啊？原來顯微鏡底下咧，我哋見到咧口罩入邊嘅細菌增生非常之誇張，特別咧係我哋嘅金黃葡萄球菌會破壞咧我哋皮膚上面嘅一啲脂肪保護層。當個脂肪保護層破壞咗之後咧，就喺嗰啲窿位嗰度咧就會大量嘅水分流失噶啦。根據咧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佢哋嘅研究臨床咧發現啊，咁樣戴住口罩焗6個鐘頭，經皮水分流失咧就會飆升45%。即係話咧，你塊面嗰個水分嘅流失咧，可能咧快過你銀包嘅水分流失嘅。喺呢度咧要介紹一個救急嘅一個方法，就係維他命 C 啊。原來維他命 C 加埋生物素咧，會組成一個嘅保護網喺我哋嘅皮膚上面嘅。嗱，每一個檸檬咧，大概咧會俾到75個毫克嘅維他命 C 俾我哋嘅。呢個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基底嘅儲水庫咧極速注滿水分嘅。而生物素咧就好快咁樣咧，可以幫我哋嘅皮膚脂肪層咧盡快修復嘅。當呢啲破洞修復之後咧，細菌嘅黏附率咧就會下跌76%。根據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咧去驗證過，持續補充維他命 C 咧，我哋真皮層入邊嘅透明質酸嘅濃度咧係可以提升207%。大家記住，持續補水、維他命 C、生物素同埋一啲細分子嘅透明質酸咧，都能夠幫大家長期維持我哋嘅皮膚水分。補水咧要好似搭港鐵咁樣，又準時又密先得嘅。持久補充皮膚水分先係香港 OL 嘅生存之道。基底有料到 ，follow 我哋先知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將我哋條片分享俾同你一齊想變靚嘅朋友仔。下一集再同大家一齊開機密。